2023年，中华民国112年大年初一会开始用彩色的主持圣像呢，来让大家观赏，还有笑话那个精神，笑话主持的精神。它是正在直播呢 ，OBS 荧幕直播，右边这个字影片档名呢，文字都不会显示，那个影片播放视窗才会显示，视窗内的才会显示，视窗以下这些工具图那个都不会显示，底下的字播放到几分几秒那个也不会显示。